你看啊，这是侧发控系统的一段代码，这是你使用过那枚导弹的匹配代码。当导弹起数以后，发射车与导弹的关系应该是什么？那应该是教练员跟球员的关系。教练员发出的战术指令，如果球员不去执行，那不行吧？没有能力执行，那就更不行。你看，这是你们修复系统时重新设定的恢复出厂设置时留下的文件。这个文件没有更新，没有更新呐。没有更新，导致车辆无法正确的识别弹体，致使一部分数据可以交互，一部分数据不能交互。这部分数据哪里去了 ？HBO 指示灯。对，就是它。HBO 负责什么 ？HBO 负责校准弹射点火和导弹点火的时差，确保导弹被推出发射筒之后2次点火完成发射。说得对。你恢复出厂设置后，系统默认为这枚导弹是一发没有经过车弹匹配的新弹，它会自动更新全部的系统。可这个程序里头有个 bug， 这就导致老程序和新程序同时保存在一个文件夹里，致使 HBU 无法自主判定哪一个为优先程序。于是 ，HBU 在执行最后自我检测时，自动默认的是老程序，而弹体默认的是新程序。导弹起数前，各程序锁定以后 ，HBU 瞬间点亮提示错误，可是却被弹体的自我检测默认检测通过 ，HBU 又熄灭了。聪明啊，下卓就是下卓。真应该把你调到我的单位。可是黄老，就算是弹体和车体的默认程序不一样，那又会怎么样呢？然后发生的状况有很多，但最有可能出现的是这个，你看看。我明白了，弹体在还没有被推出发射筒时，已经默认被推出，导致点火时间提前，点火发生在发射筒里。更可怕的是，发射筒的弹出点火跟导弹的2次点火同时发生，那就炸了。我刚才算了一下，从 HBU 指示灯亮起，系统自动默认，到自主判定 HBU 误判熄灭 HBU， 这期间只有短短的40毫秒啊！这是人眼视觉感应延迟的极限。按道理说，你根本就判断不出来，也就是说，你还没有看到它亮的时候，它就已经灭了。小强，你是怎么看到它的？不知道，我只是觉得跟平时的侧发控平台不太一样，就因为多了40毫秒的频闪。是，虽然时间短，但是我敢确定，它亮了。小夏，说出来这一句它亮了，很不易吧？你们连长告诉我，他接连问了你3遍，你的回答始终是没有变。
这种心理素质，不是一般的军人能有的。我经历过很多事，我可以理解。它不仅仅是一枚导弹，它还承载着很多人的责任、情感，还有火箭军对使命的信仰。我知道，你一定背负了很多的质疑、责骂，到现在为止，你依然背负着很大的压力和委屈。好了，都过去了。因为它亮了，它确实亮了。我会写一份报告，直接交给上级的。我可以肯定地告诉你，夏卓同志，你立功了。928发射车组在执行270旅重大发射任务期间，夏卓同志及时发现了安全隐患，发射指挥员吕征同志及时叫停发射，变更了发射单元，避免了一场极有可能发生的重大安全事故。为此，旅党委决定给战刃连记集体3等功1次，给夏卓同志记个人2等功1次。请2位同志上台领奖。6分，6分。6分。敬礼。礼毕，向前走。谢谢张伟。祝贺你。敬礼。礼毕，向后蹲。敬礼。右蹲。这段时间，我一直生活在极度焦虑之中。短短的1周，我的人生就像坐过山车一样，虽然一直行驶在轨道上，但是我的脚一直都没有着地。我害怕，害怕是因为我不想因为自己的恍惚
拖累了同车的战友。我知道这次机会对于我，对于他们，都是多么的珍贵。我失落，失落是因为从小到大一直被视为天才的我，竟然也会落到如此窘迫的地步。当我看到大家在欢呼的时候，我第一次知道被冷落是什么样的感受。但是我更感恩，事情从发生到现在，各级领导一直没有放弃对事件真相的调查。他们组织各级专家组，不厌其烦，一遍又一遍地调查事件的真相。黄立院士、黄文医生、我的连长，还有我的指导员，我的老班长王显明，我的2位好战友易子梦和林安邦。感谢他们给我的鼓励，还有信心。感谢他们让我看到和接受自己的不足，感谢他们让我获得了重生的信心。2个月以前，我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：马上就到退伍季了，作为大学生士兵的我，是留下还是离开呢？现在，此时此刻，我夏卓已经做出了选择。其实这会啊不应该我召开，因为老狼跟显民了不是去带机库了吗？有个事儿得跟你们说。首先这个事儿啊，他俩没意见。什么事儿呢？这不到了退伍季了吗？我呢，跟老侯也到了退休的年龄了。现在就是郎永成跟杨万金2个人在这个正副班长的位置上待着。我就提议啊，咱们都这年龄了，如果一直在班长位置上不退下来，别人也赶不走。但是你老在这儿站着，新同志也提不上来，对不对？你说这班长官多大，他也不算什么官，兵头将尾，蜻蜓点水，是吧？所以咱们关系不错，我想就是把这事说一说，行不行，妥不妥，给个意见，对吧？到不到位的多多包涵，啊。杨文金，啊，表个态。哦，兵头将尾，蜻蜓点水，你刚刚都说了呀。然后呢？然后你就叫我了呀。白了，他的意思呢，就是说咱们这些老家伙该退休退休，该让位让位，是不是啊？老占着班长的位置不下来，那个不影响新同志的进步，是吧？我就是这意思，听明白没有？啊，我同意。哎，我服从组织安排，这事也不是咱们能决定的呀。当班长那是连里的委任，我听领导安排。再说了，当班长也不是我想当就当，想不当就不当了呀。听见没有？不是你的意思，就在这副班长上不松口吧，就是。哎呦，这什么叫不松口啊？人家又不是狗。哎，你老侯，你这话，我替你说话呢。哎，你那叫不撒手，是不是啊？按理说啊，以杨万金同志的资历、兵龄，到哪儿都得是个班长啊。对。可偏偏就到了咱们班，就是个班副，为什么呢？就是因为有某些同志在班长的位置上一坐就是几十年，风雨无
五祖，那可真叫老潘家了。是啊，这不仅影响了杨万金同志的进步与发展，同时也影响到了一些新的同志的进步与发展。你比如说那夏卓，那个欧阳俊、易子梦，那都不影响了人家的发展了，是不是？不过他们倒好，他们还年轻，他们还有机会，他们可以考学，可以提干。可是杨万金同志就不行了。行，老侯，我错了啊！我求求你行不行？你是我班长，你说你是寒碜我呢，你还是帮我呢？我之前不说过了吗？对不对？商量一下，行不行？妥不妥的，表个态，对不对？不到位多包涵嘛。我这不是正确领会陈班长的意思吗？就是啊，对吧？再说了，你光问我们也没用。老狼什么意思啊？老狼，人家就4个字儿：退，坚决退。连长，你别笑了，笑得我心里都发毛。你看我笑你怕啥呢？我笑是因为啊，咱们连这个集体3等功是你小子给我赚回来的。连长，你别这么说，您是总指挥，您的决断都事关重大结果。行了，少那么说我了，给我脸上贴金，都是沾了你的光。哎呀，其实我想想啊，挺后怕的，我真害怕当时你小子没看见 HBU 指示灯闪那么一下，万一真发生黄历教授说的那1/1000的爆炸几率，万一这1/1000的爆炸几率就在1512阵地上，砰，就爆了，想想都可怕。那你还笑？我笑是因为我后怕呀。我那个心理学的书你都写上了，说人啊，恐惧到极致叫愤怒，愤怒到极致那就只能大笑了。连长，您不是不相信心理学吗？怎么老看心理书？以前呢，我是不相信，可是现在啊，我信了。我给你举个例子，那黄文医生后期啊给我开的欧阳俊的心理证明，还有数据分析就说了，说欧阳俊当时啊点燃那个汽油弹引你们回来，他就以为你们那棵树啊就是拦着他们了，就是想要耽误他们。这也能检测出来？能啊，这叫什么？这叫大数据。总之啊，我信了。连长，恭喜你，终于相信科学了。什么叫我终于相信科学啊？但凡是科学，我就信。你怎么样？还吐吗？早就不吐了。啊，行啊，立功了，受奖了。说说吧，有什么要求？有什么打算？刚才我在台上已经说过了，我要留下来。为什么呀？我要亲手发射1枚导弹，我要做火箭军最强的号手。那大学呢？上军校。那你那想法呢？连长，我正好有一件事情想跟您商量商量。最近杂联要搞5公里体能训练，这是野外作训图，这个是出发点 A 点，这个是折返点 B 点。我算了一下距离，差不多5.5公里。这是我们连队的机密啊！你小子是怎么给我算出来的？这个不许败露啊！我懂，可别小看这500米，这是连长你精心设计的。战士们用跑5公里的时间跑了5.5公里，看似都是合格，但其实都是优秀。哎呀，你这个脑袋瓜子啊，可以，真是可以。你连长我这带兵之法都快被你了如指掌了。那这西点还有这 D 点，这 CBD 这啥意思啊？连长，你看，如果从 C 点到 D 点，我们稍微绕一下，之前一直是往西北跑的，如果我们往东南这么一拐，那拐哪呀？宜兴小学。哦，
这拐多远呢？差不多800米。合着我偷偷的让大家伙跑这500米是为了训练，你偷偷的让大家伙跑这800米是为见你相好的，是吧？连长，我一个人跑。我呀，送你2个字啊，同意。滚蛋！行了，地图放在我这吧，走吧。是。喂，你好。哎，您好，请问黄医生在吗？哦，黄文医生现在不在，他在和总医院来的医生座谈。要不你打他手机试一试？我……那好，谢谢您啊。啊，没事。我觉得我的学都白上了。一不自疑嘛。你尝试过心理疏导吗？尝试过很多次，但是没有用。别人说的我都能听懂，我也能给别人疏导，但是到了我自己这儿就是没有用。我尝试过很多种方式，让自己走出来，可就是不行。别怕，你总应该相信吧？跟我说说。我不知道我为什么会恨我爸。那你母亲呢？我从来没见过我妈，从没见过。从我记事起，就是我爸带着我长大的。我爸是一名导弹工程师，他的工作特别的忙，每天都有加不完的班。我妈生完我没出月子，发烧了，烧得很严重。我妈托人找到我爸，我爸骑着自行车赶回家，冲了一碗白糖水，拿了个脸盆，放上热水，放上毛巾，煮了一碗荷包蛋，放在床头。他说要回单位改个图纸，很快就回来。后来呢？3天以后，我爸赶回家的时候，我妈已经没了。我的奶瓶里冲着白糖水，那碗鸡蛋一口都没吃。医生说他是发烧引起的昏迷，脏器衰竭而亡。那他对你不好吗？好，特别好。他几乎做到了一个父亲能做到的一切，又当爹又当妈，一直都没有再婚，至今单身。那你为什么还恨他？这么多年，人已经走了。就是因为我跟我爸过得越来越好，我心里才难受。我上小学，考了全校第1，我就想，如果我妈看见多好啊，她肯定会夸我的。我上了大学，有了喜欢的男孩子，我更想，如果我妈看见多好，我带给她见见。我工作、旅行、买车、买房，
每当我幸福快乐的时候，我都在想，要是你再多好，要是你再多好。每当我历经艰难的时候，我就更想他。甚至在我当初选择心理学这门专业的时候，我都是为了能让自己看清这个世界上所有的无奈。我想让自己解脱出来。可是每次我看见我爸，我就不知道要怎么接近他。他在一天天的变老，有时候我也想抱抱他，可是我不敢。不敢。不敢。你离开总医院，主动要求调到这儿，就是为了躲避他吧？原本应该非常亲密的两个人，过得像个熟悉的陌生人了。我可以这么理解吧？梁老师，哎，梁老师，赵老师，手机有信号了？没，还没有。你看我说吧，咱还得想办法装一个有线电话，要不这个耽误事儿。是。那个，梁老师，邮局给咱们送来的一个汇款单，说这个是爱心捐款，但是你看这上面没有汇款人的签名啊，你看这儿。这么多钱啊！啊，不少。哎呀，你这谁捐的呢？这肯定是企业家吧？谁会那么有钱？梁老师啊，这钱咱不能要。一呀是太多了啊，第二，你看你捐款人又没签名，这不变成了这个来历不明的钱了吗？这能要吗？是，但是我觉得孩子们现在刚好需要这笔钱。平时我就不多说了，但你看啊，这次不一样。刚刚经历完山洪，你不觉得咱们刚好需要用这笔钱给孩子们修建房子，改善一下伙食？而且现在也什么社会了，咱们也得给孩子买电脑，让孩子们尽早的去接触外面的世界。你说对不对？教育需要钱。对，我觉得咱也得教育孩子啊，得从小就得有骨气，是吧？是。咱不能让他们光靠施舍过日子，不能把他们培养成这种不劳而获的思想，是吧？这咱不能要。哎呀，我觉得这也不是施舍，也不是不劳而获，你说是不是？你看啊，光这2年，光看你退回去捐款都好多次了，平时我也没多说什么，但这一次真的不一样。哎，咱们刚经历完山洪，还有那个炸弹恐吓事件，我真的觉得咱们有必要给孩子们修建一个像样的大门，再安个监控。再说了，保护孩子们的安全第一，不也一直是你说的吗？我也是希望他们好一点嘛。梁老师啊，你误会了，我呀。先上厕所啊。好，我们开始上课啦！起立，老师好。全体都有检查装备。自己合计该怎么办啊？
同学们请坐。夏主，夏主，来不及了，我还想你。都是我们，都是他学。你干嘛呀？打包啊？我饿。吃这么猛啊！大哈，你让我看看，我看看你是不是大脖子病啊？你这碱性体甲状腺亢进。怎么？你吃那么重还不粗？拉了。还是你笑啥？我见到他了。谁呀？他是谁呀？他是谁？你直说吧，你快点！怎么那么笨呢？你说。
见到梁波了。哎呀，哎，在哪儿见着了？在这儿，这你看，你给我说说，你分享一下。干嘛呢？我忍你们好几次了啊！吃饭的时候能不能把嘴闭上？班长，班长，需要帮忙吗？哦，不用，今天不动车。有事儿啊？班长，我听说您今年打算退伍啊？消息挺灵啊，有打算了？什么打算？我是你的新兵班长，你这一张嘴，我就知道你要说什么。没有，我就是随便问问。是不是想要当班长？想要接替我的职位啊？啊不，您别误会，我不敢，我不敢。这时候不敢了，发射的时候，一个汽油桶把我骗了一圈，你那时候怎么不说不敢啊？那行，连长啊，都已经跟我说了，都是一棵大树闹的误会。再说了，那个黄文军医不也现场采样取证了吗？是，那班长，您不会误会我了吧？哎呀，误解不误解的。现在大家不都是皆大欢喜吗？该立功的立功，该上墙的上墙，挺好。是，那班长，我先走了。回来。你能不能像个爷们儿一样啊？你就痛快地说，是不是为了当班长这事儿来的？是，说说想法。班长，我知道我人缘不怎么好，但是我问心无愧。包括夏周我也告诉过他，我只希望在训练和工作上面超越他，其他方面我从来没有与他为敌。我遵守纪律，刻苦训练，专业过硬，我也是咱们270旅第100枚导弹的发射号手，我有2等功，也是入党积极分子。当然，我还有很大的进步空间。哎，行，咱啊，说说缺点，说点干货，这好的坏的都说说呀。是，缺点就是这样啊，我跟你说几点。你刚才说的那优点呢，我认同。你的能力，我是指你的业务能力啊，我是看得见的。当班长就这一双眼，我又是你的新兵班长，所以啊，咱们是知根知底儿。所以这事儿，所以班长，我真心实意的向您请教，您务必指出我的缺点，我好改正。改正啊。行，当班长吧，主要就是老班长推荐，咱们连里选拔，班里民主。但是有一点特别重要的事儿，就是群众基础。你要是没有群众基础，你的业务能力再强，那也是没办法认命的。群众基础啊？对啊。班长，我群众基础还可以。还可以啊。那这样，就说咱们连，也别说咱们连了，你就说咱们旅吧。在咱们旅里，你给我说出3个来啊，3个你觉着最好的朋友啊，3个，你觉得是谁？欧阳俊，2年了，你这一个朋友都说不出来啊？你这有点说不过去了吧？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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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
哟，你谁呀？叔来了，叔好。叔，这不是你爸吗？你要是再玩游戏，眼睛就瞎了啊！哎呦，眼花了。哎，不是，谁呀？你是？大家好，我叫欧阳俊，计算机专业的，报道完了。没去军训啊？我去，这行啊，没去军训。你好，我叫夏卓。哎，我叫林安邦啊，这是夏卓，这是一子梦啊。Welcome to 406。你说，你换了这位主席啊？夏卓，你为什么没投我？夏卓。你把大伙的脸都丢尽了，咋这么会拍的？哎呀，物以类聚。哎，欧阳俊，这明显是大伙闹着玩的，你干嘛呢？我不干嘛，泡脚啊。行，你先泡脚，一会儿记得刷牙哈，保持口气清新，少挤兑挤兑人。嘿，对你记得刷牙，哎，你要是没有牙膏啊，我这里有芥末啊，免费。有病吧？你说什么呢？好歹咱们也是同学一场。咱们之前是同学，现在已经不是了。欧阳俊，咱们来到部队了，就不要给学校丢人。老是窝里横窝里斗，有意思吗？行，我懒得理你。其实，你这帮同学对你挺好的，可你为什么总是拒他们于千里之外呢？已经是老兵了，生死都经历过了，怎么就捂不住你这颗心呢？为什么不能当朋友？为什么不能当兄弟呢？我给你解释一下，我和他们呀，在学校叫同学，在部队叫战友。我们不是朋友，更不可能是兄弟。越到重要的关头，兄弟就更重要。一个人，他只想着自己的胜利，而不顾别人的生死。就算他赢了比赛，他也只是一个孤零零活在这个世界上所谓的英雄。没有朋友，没有兄弟，拿了第一又怎么样？这事儿啊，以后咱别聊了。你有你的想法，我也有我的想法。
认为这是比赛，没有什么轻不轻易的。我们站在一个这么近的路上，胜券在握，有绝对的优势。只要我们继续往前走，就一定能拿第一。你去拿你的第一吧。你要不这么想，你就不是欧阳俊了。欧阳俊，2年了，你这一个朋友都说不出来啊？我这个媳妇儿啊，哎呦，又是那媳妇儿，这都一晚上了。不是，我不说，你们非让我说，我这说了，你们又不爱听，我太难了呀！我这眼睛，我真是越来越不好了。以前蚊子飞我就能分出公母来，现在你们坐我对面，都虚的都是。啊？好了，该退就退。这没到年限吗？不是，老今年退。你说别看平时老在我眼前晃来晃去的，老不正经的，看着挺烦的。这说要退了，还心里还有点不是滋味呢。我觉得吧，你还是应该多想想你跟你媳妇跳广场舞那兄弟。哎呦，提起这个，有点正经。那你退吧，你再见，你赶紧走吧。哎呀，啥都别说了，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，我这都干了一辈子了，我现在就不能听见退休这俩字儿。行了，别在那故作姿态了。难啥事儿，想开点，我就愿意退休。你啊，不会吧？怎么不会啊？我跟你们一样吗？我有女儿，我有儿子，我老年得子。是，你那叫赶时髦好，生二胎。你那叫响应国家号。哎，疯子这话说的。年轻的时候啊，我响应国家号多，我当兵了，我一奉献，我奉献了小30年。到老了，我陪陪老婆孩子，怎么了？想开点儿。你说我退伍了能找什么工作？就咱这几个有一个算一个啊，除了老王好找点工作。给人家开车去，我是拉不下这辆。老郎，驾校教练这事儿我给你选好了。我谢谢你，我谢谢你。你还给人找工作了？就你工作最难找，到了地方上，谁给你导弹让你去检测呀？你工作好找，那不是头些年我让你多写几个专业，就你侯疫苗，你回地方你瞄什么呀？打疫苗。哎，都别争，都别抢，这点你们还都不如我。我一到地方肯定是高级小区的物业主管，还管风水电。对啊，
物业不光管风水店啊，人带环儿，狗带牌儿，全归你管。你说这计划生育和养狗，那归居委会，那是连长和指导员的事儿。这有连长什么事儿啊？还说起连长啊，哎，咱这天儿是不是聊的有点跑偏了？偏了。咱们开头聊什么来着？说是郎嫂跟广场舞大爷的事儿，好像。连长、指导员让咱们几个开会碰一碰各班班长的推荐人选。哎，行，我媳妇儿别激动，说说吧，说正事儿。我先说啊，一班长候选人呢，我推荐夏卓。你死乞白赖把欧阳俊从我那儿抢走了，你现在选夏卓？哎呀，等我说完呐。现在一班啊，实力强。这个班长首先呢，脑子快，是吧？业务硬，人缘好。这欧阳俊嘛，业务硬，脑子快，人缘差点。随你啊，别打岔。你要说副班长人选，那我推荐欧阳俊。是吧？呀，可以啊！我说，峰啊，平常五马张飞的，这心眼细着呢啊！这啥意思啊？让两个尖子互相制约，互相平衡，高什么？这儿蔫坏，哎呀，看得明。你这样，因为我坏了。不，咱俩一个战线的，我同意，我也选夏卓。原因呢就不多说了，疯子讲得很好，我重点提一点：夏卓曾经获过2等功，这说明什么？以后就有可能会提干，所以我们重点培养。我不同意啊！夏卓确实是个好苗子，可是你没听连长讲话了啊？人家夏卓压根儿就没打算在部队长期干。老，这我打断一下啊！夏卓前2天表彰会上亲口说的，原话是这样的：我夏卓知道我自己的路怎么走，这不就表面留下来吗？哎，那也要看是怎么留啊！甭管怎么留，只要留下来，我们就得重点培养，你说是不是啊？总之我不同意。行，你不同意，你选欧阳俊，没人拦着你。一个班，就那俩人啊？啥意思啊？他想选林安邦，脑子活，没他。嘿，知我者，狼也。你早说不就完了吗？这费这劲。夏卓2票，联邦1票。老了啊，就看你了。其实这欧阳俊各方面能力，做班长，我觉得可以。是，但是呢，你们都选夏卓，你选欧阳俊，我只能少数服从多数了。那就夏卓呗。这个班长啊，能力业务非常重要，但是关键得服众，还得有人缘，所以还是夏卓。站住！口令。班长，我是一班的欧阳俊。口令。班长，口令我忘了。忘了？几点了还出来？请你跟我们走一趟。别，班长，我真的忘了，我下次一定记得，行吗？你去跟指导员解释吧，他值班。是。挺有钱啊，送谁的？哪儿买的总能说了吧？小货郎、崔小雪那儿，我看他们都买，所以我。小货郎在营区里送酒？不，是我让他帮我买的。欧阳俊，
你也算老兵了，营区里不允许有酒，你不会不知道吧？哦，你还这样？我再问你一遍，送谁的？郎班长，送礼。为什么？不是送礼，他已经受伤了，刚恢复。刚恢复你送酒？后郎君，这大晚上的，你是不是不准备说实话了？行，我陪你耗，耗到你说实话为止。指导员，我是送礼。选班长的事吧？是。那你送啊？怎么又拎回来了？人家不收是吧？指导员，你就别问了。我知道我违反了禁酒令，不该把酒拿到营区里。这事你要处分就处分我吧，跟郎班长没关系，是我的错，都怪我，都怪我人缘太差了，是我不好。来，把头抬起来说话，抬起来。欧阳俊，欧阳俊，你知道你的组织问题，为什么申请了2次都没通过吗？知道。为什么？没人理解我。指导员，我不是一个坏人，可是没有人理解我。我理解你，我知道你不是个坏人。有些话呀，我一直想对你说。有时候第1名真的没那么重要，当不当班长也没那么重要。人和人之间是以心换心，根本不是东风压倒西风。来，你过来。你看天上的星星，每一颗都那么闪耀。可你看哪颗星星掩盖了其他星星的光芒了吗？没有吧？连月亮都做不到。做男人，把心打开，要像星星一样互相照耀。听懂了吗？东西留下，协助检查。第1包，来，第2包，2个，第3包，来，小心，4个，还有，小心，啊，慢点。你的6弦琴，小心，没事，我来，行，小心，小心啊，好，行了，哦，就这些，对，齐了。俏霞，行啊，你以后肯定是一个干大事的人。真的呀，简言吉言啊。对了，那个一兵姐你是认识的哈？哦，你帮我带个东西给他啊。行。
来，哎，你跟他说啊，这次面膜一定是真的，如果再是假的，就让他把我给吃了。啊，辛苦了。行，不客气。还有，哦，对，那钱给汇了。乔璇啊，靠谱啊。那你看也不看我是谁是吧？没了。没了。哦，有，对，那梁诺的信，谢谢。好好看啊。小周，啊。未经正规渠道和 X 光检验，主动进来了，还敷面膜了，挺会保养。这也没见你谈过呀。我错了。买这么多干嘛呀？开店呀？自己用，也给朋友分点。说，第几次了？第一次。这是第一次。是。行，念你是初犯，东西留下，回去吧。啊？啊什么啊？这都是私人物品。这是公家地盘，保卫条件还用我说吗？是。哎，不是，干嘛去啊？这怎么了？这就我啊，去哪儿啊？啊，我还要卖东西呢。你们不能光看见我卖货，是不是？你们得看见我也抓间谍了呀，对不对？那我抓着间谍，你们也得给我加点，我就卖点货，我要挣点钱是吧？我这多不容易啊！啊，这有啥呀？我这不就卖点东西吗？是吧？你们就给我点嘉奖吗？是不是？请您配合我们工作。配合。那车给我看好了。哎，我这车很贵啊，你们可别给我弄丢了啊。您放心。哦，干嘛呢？夏卓，那天在一清小学的匆匆一面，久久难忘。看到你戎装的样子，由衷的为你感到骄傲和幸福。那一刻，我有太多的话想和你说，但又激动的什么都说不出来。我知道，那一面有多么的艰难，有多么的珍贵，因为我们在各自的轨道上各自忙碌，无数次的擦肩而过。我已经习惯了安安静静的去感受你的爱，我也会习惯性的时不时去看电话，总是错误的感觉电话在响，会去翻看通讯录，手指在你的名字那里停下。我想，这就是我们之间爱情缩影吧，彼此惦念，却难相见。去年你的生日，我没有陪在你身边，今年不可以这样了。因为这是我们高中时候就有的约定，更是我们之间的默契。夏卓，今天是你22岁的生日，祝你生日快乐！愿你实现自己的理想和抱负，去做你认为正确的事情吧。我祝福你，也远远地看着你，目光穿过大山，穿过森林，穿过大海，你就在那里，一刻也没有离开过。期待着我们都成为最好的自己，彼此轨迹的焦点到来。同志，我已经跟你解释过2次了，这是爱心捐款，是匿名的，我们真的查询不到捐款人的姓名。如果能的话，肯定早就告诉你了。不是，你说这我不要不行吗？可以，只要您不领取的话，过了规定时间，它就会自动退回。但是这么多钱，您为什么不要呢？这我就没法跟你解释了，这是我们学校的事儿，怎么跟你说？
啊，那您看清楚了，受捐人写的是义清小学全体师生，您可以不要，但是您不能剥夺了孩子们接受爱心的权利吧？是。哎，你可不能。同志说的对，受捐人是全体师生，我们都等着这笔钱呢。哎，来，小梁老师，我是不是咱们学校的校长？你能不能尊重一点我的决定啊？是，您是校长，但人家也说了，这笔钱受捐人是全体师生，你有考虑过孩子们的想法吗？考虑孩子们的想法啊？那么点小孩他能有什么想法呀？赵老师，您别生气，我真的觉得我们需要这笔钱，而且我们应该用这笔钱把每一分钱都用在刀刃上，能让我们义清小学进到更多的学生，让孩子们可以跟世界上接上轨，将来孩子们还可以走出大山，改变人生。这不是嗟来之食，也不是不劳而获，是爱心。对，爱心，我全懂，爱心，好吧？小梁老师，谢谢你这么多年来啊，对咱们学校做出的贡献。我知道我这也没什么水平啊，学校也穷，我不知道拿什么来报答你。我只能在你支教报告上，我实事求是地写上，我说小梁老师支教工作上非常优秀。您的意思是我被辞退了吗？哎呀，小梁老师啊，你是公派来的支教，我没有那个权利，我只能是劝退。小梁老师，这笔钱，你就是说出天花来，我都不能要，就一个理由，它来路不明。这笔钱是我捐的。事情就是这样，我骗了家里人整整2年，他们一直以为我在国外做交换生呢。我也想尽了办法不让他们去看我，甚至连朋友圈都不敢发，一直装自己在好好学习的样子。可是只有我自己知道，义清小学也有我的心血，我能为他做的太少了。所以，我想把这2年的学费留在这里，为孩子们做点什么。留学嘛，永远都不晚，但孩子们的时光一去不复返。那你这事儿将来跟你父母你怎么解释啊？该解释的时候自然会解释的。我也会告诉他们，我在这2年学到的是留学学不来的。他教会了我苦难，教会了我珍惜，教会了我如何去珍惜青春的时光。这难道不应该是我们这一代年轻人最应该做的事情吗？哎呀，没想到，真的没想到。其实这2年是我人生中最美好的2年。我相信我的家人也会理解我的。就算有一天我去留学了，我也会回到中国。就算我去读书了，我也可以考取奖学金。哎，这想法不错。来了，2碗米粉，2个鸡蛋。老板，我们没点呢。送的。送的，什么意思？这卖不出去，没人。这破地方终于要拆了。要拆了？还不知道呢。本来新城区建好了，一直说镇上人都迁过去，可是很多人不愿意迁。这破地方虽然破，但是住的人呐有感情了。对，不搬也得搬了。哎，那要是搬了老城区怎么办啊？还不知道呢。可不是。你们先吃，哎，多谢老板啊。哎，没事。哎。
根据统一的规划，原来的老镇，包括卧牛村、火花村，还有仁永村等等14个自然行政村落，将全部搬迁至新的规划区，组建新的乡镇。穿过了这条高速公路怎么解决呢？高速公路从西路这个出口，还有左峰沙出口将全部封闭，所有经过的车辆将引流至绕城公路。也就是说，从7A 和7B 出口出来之后，经过22公里的山体公路延长线，最后进入高速公路。这样一来，以270旅为中心的整个这一片地带，都将变为军事管理区。上级的意图就是以270旅为依托，在周围将近80平方公里的土地上，变成新型的合成作战演训场。我们270旅也将被打造成新型作战旅的样板。扩建以后，咱们这儿将会被打造成一个导弹旅建设的样板间。这个小小的世界将会成为火箭军各个部队的练兵场。我们将继续优化兵员配置，更新武器装备，研究全新战法，提高全域作战以及快反能力。很快，我们将会迎来一批全新的武器装备。我们将一改先定型再练兵的传统训法，改为边试验边训练边形成战斗力，和厂家一道为全新的武器装备定型贡献聪明才智。旅里先小规模的局部列装，培养种子选手和发射示范家，在游泳中学游泳，这也是对新的武器装备最好的检验，更是提高新的武器装备在实战化能力上的新举措。同志们，人和装备之间的问题，永远是我们火箭军最重要的问题。打铁还需自身硬，咱们打的可是导弹，咱们手里握的可是国家的王牌和底牌啊！铲除和平疾病，加强实战练兵，这就是我们扎根在这大山里的意义。报告，进。指导员好。调检查呀？是。很坦诚，也很彻底，说了和战友的关系，也说了自己的不足，既承认了因为实弹发射而急功近利，也承认了为了当班长而送礼的事情。指导员，谢谢你。那天晚上我们谈的话，我想了很久，很受用。受用就好。还写了大学的事儿呢。对，我想到什么就写什么，能说的能写的我都说了，都写了。你给了夏卓5000块钱？是。你告诉我，为什么？既然要改变自己，做一次深刻的检查，那我就认认真真的梳理一下自己的所作所为。其实，在给夏卓5000块钱之前，连长找我谈过一次，他希望我能够认清自己，知道什么叫战友。而且当时他也告诉我夏卓当时的情况有多糟糕，他希望我能跟他交流，能去帮助他。然后你就送钱？指导员，当时的争议无非就是我打了实弹，而他没有，他却受到了大家的质疑。而我的奖励就是军功章和5000块钱。军功章我不可能给他，那是至高无上的荣誉。我唯一能跟他分享的就是那5000块钱。除此之外，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跟他交流了。连长是这个意思吗？你告诉我，连长怎么跟你说的？
连长说，我有100种方式跟他交流，让我去主动找他，然后什么呀？这100种方式里边，有送钱吗？我跟你说啊，这件事情很可能很复杂。行了，先回去吧。指导员，对不起，我也许是我理解错了。指导员，一切后果我来承担。回去吧。是。报告，连长，您找我。看什么？发射车。什么发射车？导弹发射车。说具体点。东风185G 导弹发射车。站标还要背吗？你说这车厉害吗？厉害，目前来说应该是最先进的了。那要想让这车更厉害，咱们是换车呢，还是换弹呢？换车还是换弹？连长，你把我整糊涂了。你觉得换人会更厉害吗？连长，我没犯什么错吧？怎么又换人？不用担心，你呢刚立完功受完奖，在咱们连，就是把我这个连长换了，都换不了你。连长，我是买了一些东西，可那是我们去青岛之前我答应了易子梦和林安邦的，特别是易子梦那把吉他，我上大学。行了，你买了多少东西，我管不着。我问你，知道老兵退伍的事吗？我懂了，连长，你还是想问我去留的问题吧？我在大会上说过了，我要努力提干，彻底留下来。留下来以后呢？以后，哎，看这车啊，再先进，也有更新换代的时候。有的时候啊，人跟装备匹配很重要，但有的时候，人跟人匹配更重要，懂吗？懂。条令条例学过吧？学过。好，那我问你，你是不是收了欧阳俊的钱了？是。你差那5000块钱吗？你有几百万。你给我个理由，哪怕你告诉我你给大家伙买东西了。没有理由，我就是觉得自己应该收。应该收是吧？啊？可能他觉得自己过意不去了。一个敢送，一个敢收，真行啊！你们在这把荣誉当白菜呢？